像阮进前啊，嘛去听演讲啊，听赛事啊，嘛是讲，其实遐嘛是有一群人，嘛是讲伊可能就是介意听演讲啊，介意分享啊。啊，我是干若听演讲尔，我是无讲搁去啥物心动的团体啊，我是无安尼。就是讲，其实有足侪所在，只是讲咱若有做的时阵，就定定就会，就揪伫内底啦，就想讲这世界无希望啊，就亲像讲我有赖群啊，群内底啊，有一寡可能精神状况较无好的人，就是想要自杀的人。我发现讲伊嘛是，就是因有一寡共同的特色啦，特色，就是讲，伊就为着一个点嘛，一个嘛袂当讲细点，就是讲因就是会看迄个感觉诚有趣的所在，就一直看一直看。生活中就是为着即项代志，就会看袂开。变讲因较无法度讲即摆讲我去转所在嘛，我去别位所在安怎，就会甲我进前写小说拄着的心情共款，就是安怎想，就是甲小说有关系，而且是讲别人无介意我的小说，无就是即个社团无介意看我的小说，就是为着这几个人伫遐生气，所以讲变讲心无够看啦。嘿，就算讲我今仔看啥物电影啊，看啥物其他的文章啊，想的代志嘛是讲看别人电影翕甲偌好看我小说就是写袂过别人安怎，就是安怎想拢是同一件代志，所以则变讲人爱安怎活，其实真正甲心有关系嘛是诚大。那你有讲有人感觉伊欠钱，伊就逐工啥物代志拢是牺牲讲有人趁钱遐简单，有人厝内有剩啊，是讲厝内会使食孤呆若是伊看的代志，熟悉的人，伊想的代志拢是安尼，变讲就是会较袂快乐。所以其实即摆我要学的物件，毋是讲，毋是讲我即摆写啥物物件，还是做啥物代志，做甲成绩足好诶，互大家来肯定。我感觉毋是安尼，因为这个物件，变讲有人是较专长，有人读册一读会奇怪，就是知影老师会出题目是为着啥物，伊就会使写会出来老师爱的物件。有人就专长就毋是伫遐。像我若讲交朋友，我嘛毋是迄种所有的人拢真介意我是有我的特色嘛。像我拄着我翁嘛，我的翁就是拄仔好甲我会斗志，就毋免讲追求讲上完美的两个人合作伙上对啊，我感觉这世界运作，敢是毋是安尼？咱就拢想要做上完美的人，想要做第一名，但是第一名无一定快乐，因为有竞争啊。就是像我有一个写小说的网友伊就嘛是逐工想袂开就想讲伊写小说要写甲
世界第二。我想讲写小说迄物件，就是一个兴趣，一个灵感嘛。哪有讲这都毋是趁钱？所以讲，有人就是会追求啥物物件爱做甲上好、上赞，会趁上侪钱。足侪人实在像我以早想的安尼。若安尼，你若拄好为即个目标去有接近啊，你可能阁袂歹。但是其实迄是足少诶人，大多数诶人其实拢是一直追，但是拢追无，追无又阁无法度讲去改变家己诶心，所以就变甲诚郁卒。看到啥物物件，看到啥物代志，就是会去怨叹，就是想讲，为虾米我毋是迄个人？为虾米这代志遐好诶代志，毋是发生伫我身躯？我身躯，我身躯，发生伫对啊，为虾米遐好诶代志，毋是我拄着诶？像我即马虽然讲台语讲无好，但是我想讲，我嘛有一寡目标嘛，譬如讲，我嘛会使安怎学台语，然后会使豆豆进步啊。我即马讲台语，发现讲我足侪用词拢是用华语去想的文章的一个方式，一个所以讲。我会使看我家己进步的所在。一开始我对啥物七声八调啊，就是听拢听无，毋过其实听久啊，我嘛变甲厉害啊。而且即马人其实就算伊真够讲台语，但是伊嘛袂去学迄台路拼音嘛。所以我嘛会当去学豆豆进步，进步互谁看？其实就是互家己欢喜，互家己讲我做这代志是我拍拼做出来的。这意思就是讲，我的观念爱转变。以早写小说，我是想讲写这为着受着欢迎，所以若足少人看，足侪人嫌，我就会感觉讲，我为虾米爱选做这种代志，写小说这种代志，无意义啊，阁颠倒痛苦。但是呢，我即摆若是做诶代志，拢是为着互家己欢喜。其实安尼转变以后，痛苦就会减少。譬如讲，我即摆嘛会使开始写小说，我都毋免想讲。我写这创啥，无人要看。以早只要想着讲，我写诶物件无人要看，就感觉足心酸诶，感觉足可怜诶。但是即摆我发现讲，我豆豆有我家己诶力量，我就毋免想讲哪有可怜，袂可怜啊！我就是为家己写诶嘛，要写嘛是我决定诶啊。虽然讲我即摆写，嘛是袂一直去看啦，嘛是有受着影响，就讲诚侪人若对这篇我诶小说这篇有兴趣，我就会加看。若拢无人有兴趣，我嘛讲无想要看呢。虽然加减有影响着，但是无亲像进前，就是有一种讲做。要怎讲？白了工，白有即种感觉，我感觉是有价值。迄种价值的感觉是有伫诶，就伫我家己诶心内。